9月就要开学啊！这家扶基金会针对弱势家庭做一份调查，所发现讲有7成的囡仔厝内面状况无好，无环境顶好读册。这厝内面无册桌啊，壁拢生菇，而且平均每一个人厝内敢若5平尔，根本无法度互这囡仔伫咧正常的环境大汉。阿祖不在了，你也是一个男子汉。以后不会死掉。阿祖烦恼讲，有一天无伫啊，常常和妹妹两兄妹仔无人通照顾，因祖孙仔3个人困伫一间无够9平的家厝啊，靠阿祖挽草做山工，加上老人年金补助，斗咧1个月敢若11000块，度过逐天的生活。咱厝是虽然是细，毋过咱嘛是过了真幸福啊。人讲的，咱莫甲人比拼，会当过就好啊。我想买给我阿祖一栋房子，我想让他住得更舒适一点。甲阿祖做伙生活的常常是一个大声的囡仔，伊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会当买一间杂风撇好的厝，互阿祖住。囝仔要升高中的小妹，因为老爸中风，厝里环境无好，要做功课就需要3兄妹仔轮流用一块册桌啊。周一就是我的弟弟使用，然后呢，周2轮到妹妹，然后周三就是轮到我，这样一天一个人使用。家扶基金会有发现讲，咱帮助的家庭啊，差不多大的平数，一个人会当使用的平数，差不多是将近6平左右，咱比参其他的家庭比起来有较少安尼。根据家扶针对弱势家庭所做的调查，发现有71个家庭厝里设施漚过、马桶漏水、电火漏电，壁阁生菇，那些狗惊厝租纳袂出来，那些一个囡仔因为厝里无册桌啊，房间无隔间，无一个安静的空间好好啊读册，而且这寡囡仔的厝里平均无够6平，就要开学啊！弱势家庭阁有新的开销，家扶基金会希望社会斗相共，做伙支持这寡囡仔。记者第2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